物流業競爭咁激烈，每日都要處理海量嘅客查詢、手動報價、諗路線、整文件，仲要擔驚受怕，驚延誤，人工貴又容易出錯，客等唔到即時回覆，轉頭就走咗，每年浪費幾百萬營運成本，訂單仲要流失緊。企業級 AI 聊天機械人 SmartAsk 直接駁通你嘅 TMS 系統，客只要輸入貨櫃號、提單號或者追蹤號碼，就即刻睇到最新狀態，仲可以幫你自動找出 potential 嘅新客。實測證明，客服工作量少咗60%，24小時唔休假，客嘅滿意度升咗35%，用更少人手服務更多客。AI 助理同內容生成器會直接讀取你張費率表，3秒之內就寫好中英文報價、email、出貨、更新同文件清單。實測報價速度快咗8倍，文件出錯率跌咗75%。業務團隊每個月多做30%訂單，回籠資金快好多。再加埋 AI 路線優化工具，幫你排最正嘅車路同司機。風險模組仲識自動分析延誤規律同客嘅利潤貢獻，提早警告高風險訂單。有物流公司試過，油錢同時間成本慳咗2成半，整體效率升咗3成。喺價格戰入面依然保持高利潤。呢套開箱即用嘅 AI 物流管家，一個平台就搞掂晒機械人、智能助理、內容生成同風險分析，專為物流業而設。企業實測，整體營運成本減咗40%，準時率大幅提升，半年度就已經回本。等你可以專心擴張業務，唔使再煩啲濕碎嘢。即刻預約 AI 物流管家 demo，等你嘅物流生意喺6個月內見到真金白銀嘅回報。